在这句话里面尚未提到的另外一个环境要件，就是它往往涉及到某种利益的交换跟妥协，所以背叛往往跟出卖关联在一起。无利可图的事情，没有人要做。四福音书有关于耶稣受难的故事，让我们生动地体会到背叛跟出卖是一体两面的事。根据马太福音书，犹大背叛耶稣不仅仅是发生在他带人去客西马尼园的场景，他早就事先跟人家讲好，安排妥当。他用了30块钱银币出卖耶稣的行踪给大祭司。路加福音不仅仅提到马可福音说的刚刚这些种种的事情，还特别提到犹大用亲吻作为暗号，所以在他的叙事里面安排了令人扎心的一幕。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当头对面质问犹大说：“你要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吗？你要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吗？出卖的方式有百种，但你要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吗？”至于约翰福音的叙事，里面没有提到血淫，没有提到亲吻用问安，但是却非常详细的提到耶稣如何沾饼，用手沾饼递给犹大。犹大是吃了那块饼之后仍旧不肯悔改，魔鬼这才入了他的心。犹大可能会辩称说他并没有卖主，他不过是把一项有关于耶稣的消息告诉大祭司。或许犹大真的不知道大祭司正打算下手迫害耶稣致死，所以我们读到圣经这样说：犹大看见耶稣被定罪就后悔了，把30块银币拿出去还给祭司跟长老，说：“我犯了罪，出卖了无辜人的命。”出去之后就上吊自杀了。可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问：犹大难道不知道大祭司等人对耶稣不满吗？他难道不知道他自己可以从中获利吗？把自己相熟的人的资讯当成是可交换的物件，设法从中牟利，这不是出卖？什么是出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讲信心的故事，但是我却从出卖开始讲起，为什么呢？你们没有疑惑吗？因为出卖不仅仅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出卖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上帝的信心，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渐渐锤炼出来的。去年2017年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的40周年，在那之前有30年的时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集权专制的体制底下，为了生存，立场有过摇摆，有过妥协。228事件当中，有非常多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包括林茂生等教会领袖，遭到国民党的虐杀。可是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面对不义的政权，他选择沉默，自保为上。1947年是228事件，1948年重新召开的北部大会，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受难者的家属，包括陈小美的黄河长妹，在北大开会的期间提出哭诉书，期望教会可以帮助他们处理善后。可是北大刻意忽略，完全不做处理。教会忍让，但是并没有办法换来和平。之后就因着普世教协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教会使用罗马字圣经的问题，国民党强力要求长老教会退出普世教协。然后纵使在1969年总会通过设立反共推行委员会，制定反共6点办法，仍然在3年后1972年的年会，发表我们的信息与信仰之后，就做出退出普世教协的决定。忍耐跟妥协花了30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像荆棘被火焚烧一样。这不只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 logo， 这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经历。这把火不只从外面烧着教会，这把火从教会里面纷纷燃烧着。所以即便是在教会里头，这个以弟兄姐妹问安开始的教会里头，信徒跟牧长之间面临的深刻的信仰与信任的危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可以跟谁坦诚相见。当时情势的严峻，1975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我们的呼吁里面，用这样罕见跟严厉的方式自我批判。他说：“我教会的传道人与信徒，由于信仰立场不坚，对自己教会失去认识，常常受到其他团体摆布，对社会公益的问题缺乏敏感，只是企图顾全自己的利益，昧着良心说谎话。教会如果缺乏诚实与公义，将导致瘫痪。”弟兄姐妹，我们的呼吁所批判跟指责的，不只是有汉人的教会牧长，也包括原住民教会的。在长老教会人权宣言30周年的文集里面，台南中会的张宗龙牧师有追忆说当年的一段故事。他说，总会年会要召开的前一天下午，有一个原住民的牧师来到太平境教会的庭院，说要找牧师。张宗龙牧师就跟他说：“我是。”这个原住民牧师就自我介绍说他是中部布农总会的某某牧师。现在有50几个，然后他告诉他说，现在有50几个牧师跟长老在台南集合，国民党要利用游览车把他们载到台南高工，然后每个人要发几千块。这个布农总会的牧师说，他是利用中午吃饭的空档赶来通知的。说完话，他就匆匆离开了。张宗龙牧师在30年之后仍然没有讲出这位牧师的名字。另外一位牧师也提到相类似的故事。人权宣言当时的起草人之一王南杰牧师，在他出版的个人回忆录里面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当天开会的时候，有一位原住民的审议员爱华站起来说，人权宣言妨害山地教会盛大，应予否决。之后有一个布农族的牧师马上就站起来发言，他说：“各位，刚刚发言的人是审议员，不是总会议员。他说的不代表原住民教会的立场。原住民教会向来都在困境中传道，在迫害中建立教会，我们已经很习惯了。”之后这位原住民牧师就用日语说，我们愿意舍弃生命来守护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最后投票表决结果，当时高俊明牧师以255票对49票连任总干事，人权宣言是以235票对49票通过，都是49票，反对的都是49票。这49个人里面，我相信不会只有汉人，也会有原住民。这49个人日后终将在上帝面前交账。弟兄姐妹，这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经历。信仰在背叛跟出卖当中越见茁壮。如果我们今天肯用我们自己教会信仰的见证来读圣经，今天我们读到这段讲论信心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读偏差的。今天的经文这样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可惜，不少台湾强调灵恩的地方教会，其实对自己的教会传统漠不关心，喜欢去韩国取经，邀请赵永基牧师来办布道大会。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过赵永基牧师的《第4度空间》这本书，他使用我们今天所读的同一处经文，教导基督徒如何操练信心。赵永基牧师这样说的，他说，基督徒操练信心应该这样做，应该很明确的向上帝求车子、求房子，而且要求得很明确，明确到车子是什么牌子的，
房子的格局要长什么样，通通要讲清楚。你们笑，你们不相信吗？你们不相信我说的会出自一个牧师的口吗？我马上引用他的话，你们上网 Google 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些相关的话。他说，他自己从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去了一个非常贫穷的教会牧会，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代步的脚踏车，所以他向上帝抱怨。他说：“主啊，几个月前我就祈求你给我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和一辆脚踏车，可是你什么也没有给。现在你看，我在这贫民窟里面向这些赤贫的人传福音，如果你自己都不行出来，我怎么能要求他们去操练信心呢？我怎么能够要求他们信靠主呢？我怎么能够要求他们真正依赖上帝的话语，而不依赖食物去生活呢？”然后他就对上帝说。说着说着他描述他自己就坐下来哭了起来然后之后他感觉上帝在对他说话。上帝他说用微小的声音在他的灵里面涌出话来说：“我的孩子，我很久以前就听过你的祷告了。”所以赵雍基牧师就说：“那么我的书桌、椅子跟脚踏车呢？”然后那个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这个难道你不晓得有10几种书桌、椅子和脚踏车吗？你从来没有讲明过要哪一种书桌、椅子跟脚踏车。”赵雍基牧师在第4度空间里面称自己的经验是人生的转捩点。他说神学院里面的老师们从来都没有教过这样的事情，他犯错了，所以他现在恍然大悟，他要用非常明确的词句祷告。他就列举了书桌的尺寸，要用菲律宾的桃花心木制成的，椅子要最好的那一种，架子要是铁的椅脚要装有轮子，可以像那个 CEO 或者是那个公司总经理这样子滑来滑去。脚踏车呢他其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考察他看过韩国的、日本的、台湾的、德国的他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好他觉得美制的最好，所以他就说他就祈祷说：“父啊，我要一辆美国制的脚踏车，一边装有变速器，可以调整速度。”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哪一个是信心的功课呢？今天的经文说的信心到底是哪一个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过去的见证，还是赵雍基牧师说的信心的操练呢？如果我们往前后经文去详细考察，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不是在告诉我们信徒可以怎样向上帝求田问舍获致成功。相反的，今天的经文直截了当的说，所有举出来的这些信仰的前辈们，至死都没有领受上帝所应许的。他们是从远处观望，就心里欢喜。有甚者如果我们把这处经文往上再去看，你会发现这处经文是跟着10章32节以后的信息来谈的10章39节才刚刚这样说：“我们不是退却而沉沦的人，我们是有信心而且得救的人。”跟着11章1节就问说：“那么信心是什么呢？”10章32节以下的经文很明确的将信心定调在信徒遭遇患难的处境。经文这样说：“上帝光照你们之后，你们遭受许多痛苦，但是并没有在征战中失败。”这些痛苦，经文一一的罗列，包括了当众受人侮辱跟虐待，财物被夺走。经文很清楚的说，信徒遭受这些事情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相反的是因为信徒选择跟遭受苦难的人站在一起，与囚犯一同受苦。一般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常常会失去信心，丧失勇气。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却要求信徒要甘心忍受苦难，怀着勇气去实行上帝的旨意，并领受上帝赐下的应许。
就是义人必将因信而得生命的应许。义人要因信得生命，所以我们读到后来的经文，一而再再而三的用死跟生来作为对比，回顾以色列人的得救历史。经文这样说：亚伯死了，仍旧借着信心说话。人人皆有一死的以诺，偏偏被上帝提升。挪亚和他的一家本该被洪水淹没，但却藏身在方舟中得以存活。亚伯拉罕成为寄居之地的弱势者、边缘人，但他能够在异地居住。莎拉不孕，却可以生育，以至于亚伯拉罕似乎已经死了，但传下来的子孙却像天上的星和海边无数的沙粒那么多。不仅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进一步阐述，义人的信是大有功效的，不但可以救他自己，还可以领人出死入生，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以撒活了，祝福了雅各、以扫；雅各活了，祝福了约瑟的2个儿子；约瑟活了，祝福了以色列族日后即将要离开埃及。身为以色列后代的摩西父母活了，勇敢隐藏了襁褓中的摩西3个月。摩西活了，但他宁愿与上帝的子民一起受苦，也不愿在罪恶中享受欢乐。因着他的带领，以色列的众长子得以存活，以色列的众人得以渡过红海而不致灭亡。活了的以色列人灭了耶利哥城，那个时候妓女拉合因为信不至于被杀。经文指出，在后来的一连串的征战当中，凭着信心，妇女们要接纳许许多多经历浴血征战、从死里复活的亲人归来。弟兄姐妹，抵抗可以不有伤亡的吗？当然不可能嘛。所以经文的作者这样宣告说：纵使有人死在酷刑底下，上帝也必让他们得到更美好的新生命。36节讲到一连串的死，痛苦、虐待。他说有人会被戏弄鞭打，被捆绑囚禁，被石头击毙，被锯子锯断，被刀剑杀死。讲到这一切的时候，似乎连经文的作者都不忍心了，所以他忍不住插话说：这个世界太过邪恶，配不上这些人，不值得他们活下来，不值得他们活在我们当中。然而上帝让他们活在我们当中，是出于上帝美好的计划安排，因为我们必须一道才能达到完全。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他所谈论的信心。纵使遭弟兄背叛，被同桌的人出卖，也不可以灰心丧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经文要我们记得以往的日子，在10章32节。经文提醒我们，受苦的时候要定睛注视耶稣，思想他如何忍受罪人的憎恶跟羞辱，在12章的2到4节。经文没有鼓励我们默默忍受不义的压迫，把这一切都当成是上帝的旨意去顺服。相反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要持守信仰，时时怀抱勇气，与受压迫的站在一起，与不义抗争。对，我们的确忍耐等候，但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接受。我们忍耐，因为那就是抗争，那是一种积极的抗争跟准备，等待上帝大能作为的来临。2017年过去了，2018年我们过了一半。上帝将信心的功课、信心的经文在今天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再一次的扪心自问，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在教会里面所持守的信心是哪一种？我们是主哪一种的儿女？是基督哪一种的门徒？
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帮助我们出死入生？有没有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不但透过经文，更透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甘心献上自己的生命，好成就上主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刚强壮胆，认同受苦与受压迫的人，和他们一同征战，等候上主你所应许的更美的事成全的那一天临到。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回应的诗歌572首，心目主坚固，请大家起立，因全首。请坐，奉献。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甲义务。你若对奉献意义不明白的所在，请你免讲。嘛，请头一届来的人会当免讲吼。
请起立。亲爱的天地父，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给阮信心，当不论是伫工课顶悬，还是伫教会服侍顶悬，互阮有遐个气力去做遐个事工。为着主的荣耀来活伫主你所要，互阮伫这个世间所活出的款式。今仔是药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嘛求你保守遮个新学生，甲遮个传教师甲遮个老师伫药山神学院所做的事工顶悬，互因有较大的福分。阮奉献一寡金钱来作为圣工的录音，求你保守看顾，安尼奉献拢是靠主啊所的名求，阿免。请坐。这是消息报告。第一点，今日是总会所定的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咱欢迎玉山神学院的老师陈文山老师来咱本会主理。那么为着玉山神学院的教育事工甲经费来奉献甲代祷。第二点，咱固定教会有一个囝会叫做四万路教会，这个教会是因为咱今年是教会60周年，咱伫个4月小会决议内面同意聘请丹米西牧师，成做固定教会宣教牧师，派任伫个四万路教会驻堂牧师，伫个5月8号已经甲中会宪评，6月10号下晡3点，要伫个北港国小的礼堂来举行四万路教会设立甲丹米西牧师的就任感恩礼拜。咱的迄个教会会派游览车，咱参加前往。若要参加的会友，请你伫个外口的公布栏报名登记。咱会伫遐有游览车的接送。会后礼拜后，咱有一个迄个暗顿，会伫个附近有一个暗顿，了后游览车会载咱转来。第三点60周年，咱有一个园游会伫个6月24号，今年有一摊是义卖跳蚤市场，义卖。所以请大家会当甲恁兜的迄个新的最好是新的2手的新的无用过还是有90%以上的新的物件，咱摕来教会奉献。这要诚做义卖啦所有的金钱咱会摕出去奉献即马奉献的单位咱中执会还搁咧迄个开会还未决定这个部分请大家会当踊跃提供家里的2手商品要是新的第4点固定教会60周年的纪念专刊的编辑小组伫个中昼12点20分成人主日学了会当甲迄个教育馆会议室开会。第5点固定教会60周年，咱有做一领纪念衫纪念衫。今仔日是最后一天登记一领是100块，教会补助一领。你若要买第2领，你爱家己出